如果你而家行入一間譚仔或者譚仔三哥，嗌返碗你食咗10幾20年嘅辣小辣或者麻辣大辣，你有冇覺得嗰陣味好似已經唔同咗？以前嗰種一陣風吹過嚟，隔3條街都聞到嘅濃郁香氣，而家好似變到淡茂茂，甚至有種工業味。如果你有呢種感覺，我話俾你聽，你絕對唔係幻覺。今日我就要同大家一齊深度踢爆呢間曾經代表住香港平民美食傳奇嘅米線帝國，係點樣喺上市之後，為咗追求極致嘅利潤，將自己嘅靈魂一步步閹割，變成一個冷冰冰嘅工業化生產線。講到譚仔，我哋一定要將時間撥返去1995年。嗰陣時，譚氏家族喺長沙灣永隆街開咗第一間店。當年嘅譚仔真係靠一份執着打天下。湯底係每日喺鋪頭後面大煲大煲咁熬，啲香料係親手炒，土匪雞翼係一隻隻抌。嗰個年代食一碗米線係一種享受，因為每一碗都有嗰位師傅嘅手藝喺入面。但係去到2008年，譚家兄弟分家，拆開咗譚仔同三哥。雖然分咗家，但係喺嗰段時間，兩邊都仲維持住一種匠人精神。大家暗暗較勁，睇下邊間嘅湯底更香，邊間嘅雞翼更脆。但係真正嘅轉折點係喺2017年。嗰一年，日本丸龜製麵嘅母公司東利多 Torida 用咗大概21億港元，先後收購咗譚仔同三哥。當時好多香港人都覺得日本公司管理一定會做得更好、更衛生啦。點知呢個就係靈魂閹割嘅開始。等到2021年，譚仔國際正式喺香港交易所掛牌上市，股票代號係02217。當一間食肆變成一間上市公司，佢嘅目標就唔再係整好一碗米線，而係要對股東負責，要每年增加利潤，要不斷擴張。要擴張，要賺錢，最快嘅方法係咩？就係標準化同工業化。你而家去食譚仔，你有冇發現？無論你去中環定係去天水圍，碗湯嘅味好似倒模咁。以前啲阿姐會喺廚房幫你試味，而家呢，全部都係中央廚房配送。呢個就係我今日要講嘅第一個黑幕，湯底嘅預製化。以前嘅湯底係用豬骨、雞骨加埋幾十種藥材熬幾個鐘，但係上市公司要睇毛利率價嘛。如果每一間分店都請個師傅喺度熬湯，人工貴，租金貴，仲要驚個師傅心情唔好，整得唔好食，所以佢哋引入咗中央廚房模式。而家你飲緊嗰碗湯，好大機會係喺工廠入面用工業大鍋煮好嘅濃縮湯包，甚至係湯膏。呢啲湯包運到分店，阿姐只需要加水、加熱，再放啲預先切好嘅餸落去就得。點解你覺得淡咗？因為工業化生產為咗穩定性，會將所有味道中庸化。嗰種火候，嗰種鮮甜，喺經過高溫殺菌、真空包裝、再冷鏈運送之後，已經消失咗80%。你飲緊嘅唔係湯，係一堆化學配比嘅水。再講下嗰對土匪雞翼。以前嘅土匪雞翼皮脆肉嫩，重點係嗰浸黑芝麻同香料嘅味道係滲入骨髓㗎。但係而家呢？你有冇發覺啲雞翼好似縮咗水咁？以前係大大隻，咬落去有肉汁，而家好多時食落去乾爭爭，而且嗰陣香料味好似浮喺表面。呢個就係工業化加工嘅結果。為咗降低成本，採購規模變大，雞翼嘅質素就難以保證。為咗方便分店處理，雞翼可能喺中央工廠已經做咗預先醃製，甚至係煮到半熟，運到分店再炸一炸或者焗一焗。呢種重複加熱嘅過程會令肉質變韌，水分流失。所謂嘅土匪而家變咗殘匪。而最令我哋呢啲老食客心痛嘅係譚仔阿姐呢個符號嘅質變。以前嘅阿姐雖然操住一口唔鹹唔淡嘅廣東話，畜生大辣、凍檸茶走冰係我哋嘅集體回憶，但係佢哋真係有嗰種隔籬鄰舍嘅親切感。但係上市之後，阿姐變咗生產線工人。公司有一套嚴格到不得了嘅SAP標準作業程序。
每一碗米線要放幾多兩肉、幾多條芽菜、幾多滴辣油，全部都要跟足個磅。阿姐唔再係師傅，阿姐只係一個負責將食材搬嚟搬去嘅搬運工。當一個廚師冇咗對食物嘅自主權，呢碗食物點會有靈魂？我哋睇返譚仔國際上市之後嘅財報，2022、2023，甚至去到2024、2025年，佢哋嘅分店數目係咁加，新加坡又開，日本又開，甚至諗住去澳洲。但係你睇下佢哋嘅日利，其實係受壓㗎。點解？因為租金同人工升得快過你加價嘅速度。咁點算？唯有喺食材成本上面打主意咯。食材成本佔咗佢哋營業額嘅大概2成幾。如果佢每碗米線慳1毫子，1萬碗就慳1000蚊，一年賣幾千萬碗，嗰度就係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嘅純利。所以所謂嘅變味，本質上係一場資本對口味嘅屠殺。當一間食肆嘅 CEO 唔再係廚師出身，而係專業嘅會計師或者 MBA 經理人，佢哋眼入面只有 Excel 報表上面嘅數字。佢哋會問，點解一定要用新鮮豬肉？用巴西凍肉慳30%成本喎。點解湯底要熬4個鐘？用湯膏半個鐘搞掂，仲可以慳埋燃料費。呢啲1毫子1毫子咁慳返嚟嘅利潤，最後就係由我哋呢啲消費者嘅味蕾去買單。仲有啊，大家有冇留意到，而家譚仔啲配菜越嚟越單調？以前仲有啲特色嘢，而家全部都係啲最平、最容易標準化嘅食材，例如芽菜、韭菜、腐皮，呢啲全部都係成本極低嘅嘢。而如果你想加啲好啲嘅配料，個價錢加到你肉痛。呢個就係典型嘅低門檻入嚟，高門檻消費嘅商業策略。講真，我哋呢代香港人對譚仔係有感情嘅。佢陪住好多人返工、放學，甚至係拍拖。嗰陣時20幾30蚊一碗米線，加多對雞翼，已經係好豐富嘅一餐。但係而家呢，隨便嗌下都60、70蚊，60、70蚊喺香港大把選擇啦。點解我仲要食一碗工業化生產、冇晒靈魂嘅米線？其實譚仔嘅故事係香港好多老字號嘅縮影。一旦走上上市呢條路，往往就係崩壞嘅開始。因為資本係貪婪嘅，佢要求每年都要有增長。但係一間餐廳嘅座位係有限嘅，每個人嘅胃口都係有限嘅。當你冇辦法賣多啲嘅時候，你唯有減低成本。而減低成本最直接嘅受害者，就係食物嘅質素同食客嘅體驗。我曾經聽過一個喺譚仔做咗好多年嘅廚師講過，佢話以前分家嗰陣，大家雖然嘈得好犀利，但係大家對湯底係有一份堅持。每日返到鋪頭，第一件事係先試一啖湯。如果嗰日啲骨唔夠靚，或者火候唔夠，三哥真係會倒咗佢重煮。而家你倒咗佢，你知唔知呢度係幾多成本？阿姐如果倒咗桶湯，分分鐘份報告寫到聽日都寫唔完。呢種工業化黑幕，其實就係將一門手藝變做一門生意。生意無分對錯，但係美食係有高低之分嘅。當譚仔變咗做米線工廠，佢就唔再係嗰個值得我哋專登去排隊食嘅傳奇。佢只係一個解決溫飽同快餐店無異嘅符號。我哋再睇深一層，點解日本公司東利多要咁做？佢哋其實係想將譚仔模式全球化，佢哋想將呢套中央廚房加霎嘅模式複製到全世界。就好似麥當勞咁，你去到紐約、倫敦定係東京食個 Big Mac 嘅味都係一樣嘅。但問題係米線唔係漢堡包。香港人對味道嘅追求係好刁鑽嘅，我哋追求嘅係鑊氣，係層次感，係人情味。呢啲嘢係冇辦法透過霎複製出嚟。當你發現湯底淡咗，其實係因為佢哋加多咗水，減低咗骨料嘅比例。當你發現雞翼細咗，係因為佢哋換咗更平嘅供應商。當你發現阿姐唔再笑，係因為佢哋被無止境嘅 KPI 壓到抖唔到氣。
呢一切嘅背後，都係上市之後靈魂閹割嘅後遺症。可能有人會話：哎呀，咁大間公司一定要咁做先管理到價啦。冇錯，管理上係方便咗，但係代價呢？代價就係我哋失去咗一個真正代表香港嘅品牌。而家嘅譚仔只係一個掛住譚仔牌子嘅連鎖集團。如果你問我，譚仔仲有冇救？我覺得好難，因為一旦習慣咗工業化帶來嘅高毛利，管理層係好難會回頭去做嗰種辛苦、利潤低又要靠人工手藝嘅匠人美食。佢哋只會喺宣傳上面落功夫。你睇下近幾年，譚仔做咗幾多 marketing？ 請明星、做聯成、整公仔、搞乜嘢選美，呢啲全部都係掩飾緊佢哋產品力下降嘅煙幕。當一間餐廳嘅廣告好睇過佢碗米線嘅時候，你就知呢間餐廳已經玩完咗一半。我哋作為消費者，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用腳投票。香港其實仲有好多用心做，每日熬湯嘅小店米線。雖然佢哋冇譚仔咁多廣告，雖然佢哋冇咁多 fans 嘅裝修，但係嗰一啖湯入面有師傅嘅誠意。講到尾，食物係用嚟食入肚嘅，唔係用嚟睇財報嘅。如果一碗米線連最基本嘅味道都守唔住，咁佢無論上市幾多次，市值幾多百億，喺食客心目中，佢都只係一堆冇靈魂嘅卡路里。下次你去食譚仔嘅時候，試下唔好加咁多辣油，清清地飲啖原味湯。如果你覺得淡如水，如果你覺得陣味好假，咁你就明白我今日講嘅呢場靈魂閹割嘅工業化黑幕到底有幾咁真實，同埋有幾咁令人無奈。喺呢個凡事講數據、講標準化嘅年代，我哋更加應該珍惜嗰啲仲肯喺廚房後面對住個大煲慢慢熬湯嘅人，因為嗰度先係香港美食真正嘅靈魂所在。譚仔嘅變味唔係一個意外，而係一個精心計算過後嘅商業結果。呢個就係我今日想話俾大家聽嘅真相。我哋成日講初心，但係當呢份初心值21億嘅時候，仲有幾多人守得住？當譚家兄弟將股份賣俾日本人嗰一刻，其實舊時嘅譚仔已經死咗，而家留低嘅只係一個叫做譚仔國際嘅商業體，同埋一堆被包裝成集體回憶嘅營銷工具。我哋唔係反對工業化，我哋係反對以工業化之名行偷工減料之實。你可以標準化你的服務流程，但你唔應該標準化甚至劣化食物嘅品質。丸龜製麵喺日本其實做得唔錯，點解來到香港管起米線嚟就變咗一陣同臭味？呢個可能係所有跨國收購背後最難解開嘅結。最後，我想同大家講，每個人嘅味覺係最誠實嘅。如果你覺得唔好食咗，就係唔好食咗，唔好被嗰啲靚靚嘅廣告或者阿姐情懷洗腦。當一個品牌唔再尊重佢嘅產品，我哋都冇必要再用金錢去支持佢。呢場關於譚仔、關於米線、關於資本嘅踢爆就到呢度。希望大家下次食飯嘅時候，可以更加留意每一啖味道背後，到底係師傅嘅汗水，定係工廠嘅化學藥水。守護香港嘅味道，由我哋每一個人嘅味蕾開始。最近幾年，香港開咗好多唔同風格嘅米線鋪，有啲係講手工，有啲係講特色湯底，例如魚湯、雞湯，甚至係冬陰功。呢啲小店雖然冇咁多資源，但係佢哋嘅每一碗米線都充滿咗力量。相比之下，譚仔嗰種工業化嘅味道，真係好難再吸引到追求生活質素嘅新一代。我哋今日踢爆呢啲黑幕，唔係要叫大家以後唔好食，而係想大家明白，商業世界入面冇所謂嘅永恆，只有不斷嘅妥協。當你下次食譚仔，發現土匪雞翼好似瘦弱咗，發現個湯淡到好似加咗3倍水，你就諗下，你呢碗米線慳返嚟嘅每一分錢，最後都係變咗上市公司報表上面嗰一個亮眼嘅數字，或者係管理層嘅花紅。我諗返起1996年嗰個喺永隆街嘅下午，第一代譚仔阿姐端上一碗熱辣辣、香噴噴、辣到人流晒鼻涕嘅米線，嗰種滿足感，或者真係已經隨住時代嘅巨輪
一去不復返。而家嘅我哋只能夠喺工業化嘅廢墟入面尋找嗰一點點殘留嘅記憶。最後嘅最後，我想同大家講，唔好慣，唔好覺得連鎖店係咁價啦。如果我哋每個人都對質素有要求，如果我哋肯為咗好食嘅嘢多行兩步，多支持下小店，呢啲工業化巨獸先至會感受到壓力，先至會明白消費者唔係可以隨便敷衍嘅。守護香港味道，唔係靠廣告，係靠我哋每個人嘅執着。唔好俾呢啲靈魂閹割嘅商業模式吞噬咗我哋最後嘅味覺回憶。如果你都有同感，下次食飯揀一間仲有師傅喺度試味嘅鋪頭啦。